这个乡村要有那个都市的风气的气息，所以我联想到这个事情，建这个图书馆那个意义最好，所以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也跟他提过这个，他也是赞成这个想法。我回到家乡，现在常回来，看到需要一个好的图书馆，我就义不容辞的就捐献建造这个图书馆。那这个建筑物当然要呈现那个在地的质感。那我们当初的想法是说，因为白河四周都是连田嘛，那个捐赠者张庆芳先生又是从事远洋渔业，这两件事情连起来，就觉得我们的观念就是连田上的知识方舟，所以设计上好像是一条大船这样子承载着知识的海，航向未来这样子的意念。就是一楼是比较开放给乐龄老人家跟孩子为主，那另外一个开放的这个大阶梯也有这个演讲的功能或是休息阅读的功能。那2楼的空间主要是以青少年为主。那青少年的话，我们都有开北面的大片的窗，那可以把那个白河周围的山景都融进来。设计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它是省能的。那白天的自然光进来，就可以让这个建筑物的这个采光的这个效能更好。另外就是它像一个回游的那个场所，1楼、2楼、3楼，走到3楼就从3楼这样子慢慢游下来，就是在阅读的同时，又可以同时享受那个知识跟朋友交流的这个乐趣。嘉惠了我们白河地区未来的主人翁，白河国小也好，或者竹门国小，甚至河东国小，当然也可以说是从比方说也嘉惠到了后壁这边，后壁甚至东山都很欢迎到我们图书馆来一起来见证这历史的性的一刻。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大兴营区的好朋友，包括全台南市的好朋友，一起来看到这么漂亮的图书馆，这都完全由张庆芳先生他的后人、他的子女来捐资兴建。那总共捐了1亿那这个有这么让我们白河区以及大兴营区有这么好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质与量，里面的这个量体，其实都让我们感到惊艳。台南图书馆都一直在优化中，除了永康总图之外，还有这个张庆芳图书馆，还有南区的图书馆，各区的图书馆都在优化中。其实台南市的图书借阅率在全国来讲已经是数1数2，也是进步最多的。感谢大家都能够有阅读的风气的提倡，那能够不仅对大人、对小孩、对我们学生、对成人都是很好的事情。多阅读就没错。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24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举办特优里长、职优民政人员、甲驻青里长、林长表扬大会，总共有177位得奖，由市长黄伟哲一一颁奖表扬。其中，服务满40天的驻青里长陈良斌，甲洪孟府等人。用服务来写历史的精神，真正是台南之光。一年一度的特优里长、职优民政人员以及驻青里林长的颁奖表扬大会，今年度总共有177位候选资格，由市长黄伟哲一一颁奖表扬，感谢因伫第一线守护市民，回应民众的需求。不管是进前的肺炎疫情，或是天高热的防疫驻青。高度肯定是台南之光。里林长是我们最基层的单位，那对于地方自治也好，对于市民的需求也好，对于基层的建设也好，往往都是第一线最直接的反应。所以说，我们特别
重视我们里长跟邻长他们的一个辛苦。那尤其在这次的防疫作战中，里长跟邻长扮演的第一线最直接的这个防疫先锋。那所以我们特别谢谢里长跟邻长的支持跟支援，能够让不管是在防疫，或是之前的 COVID-19 的防疫，或现在的登革热防疫，或者是一般的市政的推动，都谢谢他们。那我们将来对于GEO里邻长以及资深里邻长以及我们民政人员，我们都会给予更大的肯定。今日每一位核酸人员拢是为民服务的模范，其中担市东区陆良里甲专南里服务满40天的驻青里长陈良斌甲洪孟富，嘛热情向大家分享因人生情怀岁月，奉献为民服务的心声。当里长的，人讲酸甜苦涩足济啦吼，但是对我来讲吼，我着抱三个信念，就是欢喜心认真做吼，甘愿受吼，所以一路走来，就是很多的感慨跟要敢若讲，嘛感觉真欢喜，讲会当为大家服务啦吼。当了40年里长吼，感受当然很多啦，酸甜苦辣都有啦。那其中等于当里长也是在写历史了，个人的写历史了。一点点滴滴讲不完，但是点滴在心头，就是说每服务一件案件，那你的心情会很快乐。民政局每一档接到表扬，不只是一份任务，嘛是日后对着市民的承担甲责任，持续发挥促进台南地方治理的重要任务。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向卫生福利部争取增减2点空经费，伫个偏远的南华建立第一间山区的英法健身俱乐部。24号启用一天，真侪社区的长辈拢来到现场试练，做伙来欢喜运动、食饱哩。伫卫生局长苏世彬、立委郭国文、议员黄兆辉、南华区长徐全利等几遍的剪彩之下，这间台南山区第一间英法健身俱乐部就正式要来启用啊！请剪彩，南华社区英法健身俱乐部正式开幕。南华英法健身俱乐部内底健身设备是相当的齐全，不管是要练腿、练手，或者是要练身体各部位，伫遮都会当找到适合器材进行锻炼。协助争取经费立委郭国文以及议员黄兆辉，也拢希望山区的长辈会当多加利用。山区的高龄化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那有需要更多的这一种设施呢，在让老人家能做一个体适能的运动，这非常的重要哈。我们不但是要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然后想今天的设备呢，会让老人家有机会多动一下，无论是身体的哪一个部分，让各自加强。然后呢，除了在这边可以做一个体适能运动之外，在家还有一个紧急连线的一个装置。所以呢，有这个英法俱乐部呢，对山区的这个老大人来讲是一大福音啦哈。山区那这个就是比较老化的一个社区啦哈。那我们看到说就是人口逐渐的流失，然后这边的人口这个年龄突然越来越高，所以他们的一些健康照顾上面会非常的需要。所以说这边这个点又是我们山区第一个成立的这个英法足俱乐部啦哈。南华英法健身俱乐部每礼拜有2天，拢会安排专业教练来到现场，教导长辈如何训练。这个专业教练呢，他会来一个礼拜会来固定的会有几次，2次以上嘛，这个是固定的。要来甲大家训练，来训练的时候，咱的时段会训练到我忝到爱来叫有忝代表讲有效啦。咱不只局长你甲大家讲，这个是要训练肌耐力。肌耐力就是讲咱的脚有力，咱的大腿有力，咱行路咱爬山咱的行动咱食愈老身体愈好。对这老人运动足好啊！你像一寡较闲的，咱嘛会当来运动啊。伫偏远的山区，阁会当有遮尔齐全的健身设备。卫生局长苏世彬也希望社区民众拢会当珍惜这器材，并多加利用。记者张世维
采访报道。大圆皇冠假日酒店迎接6周年，特别甲中英大学签署3合合作，同时推出第一罐含有水溶性膳食纤维的米露。除了口味特殊，馆内设计佮融入检测、高保等等安平的历史。大圆皇冠假日酒店迎接开业6周年的节气，借重中英大学的研发技术，打造第一罐以酒店为品牌米露。24号，酒店总经理林心怡甲中英大学副校长孙慧明代表双方团队正式签署3合合作，希望伫人才交流甲产品开发顶面来创造双赢。同时，会中嘛将这款双方合作所诞生上有代表性的米露正式上市。那促进产学之间的这个更深度的合作。那其实在此之外，除了提高服务品质，我们更想要做到的是扩大学生实习跟就业的机会，然后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这一次跟我们大圆饭店合作，就是一起用这个丰收 IPA 这支啤酒，那喝起来它有一点点热带的这种水果的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口感，而且是有啤酒花多层次的这种那个香味。这款米露特殊的风味以及添加水溶性膳食纤维优势，除了拍算进军国际参赛，以馆内设计用力检测、古堡以及兰花等台南安平的历史文化加生态产业，更是相当吸引人，成为行销安平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是把安平或者是台南的一些元素放在里头，比如说安平古堡，比如说它的筷子是安平是一个台南是一个美食之都，然后呢也把安平湖还有把安平的夕照、夕阳也都放在这个图腾上面，希望来呈现台南跟安平一个最好的一个元素，然后未来也希望它成为一个伴手礼。结合学校的研发技术甲酒店的品牌精神，号名丰收的米露，嘛要邀请民众来试滋味，同时借此分享安平的水。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安平一间小肉餐厅结合美妆博物馆，做伙用水来传达爱心，邀请随服一直中心的师生体验一日店长用美丽彩妆甲造色，互医生充满自信甲快乐，加上好食的美食，嘛互师生感受到满满的幸福。随服益智中心为了让医生融入社会、参与社区的活动，24号接受美妆甲美食的业者邀请，体验一天的彩妆师甲一天的店长、厨师的活动。上午首先参观台湾美颜院、美妆博物馆，由着彩妆师亲自来示范，并且教导医生用彩妆品来彩妆。看到这群医生有查甫有查某，每一位拢画甲真欢喜。咖啡色跟粉红色混在一起，那颜色的这个腮红颜色会比较接近男士适合用的颜色哦。有不一样，变得更帅了，有吗？接下来还换上水的礼服加西装来助秀，让每一位医生感受到自信加快乐。因为我们今天的青年大概30几位，那他们平常其实比较少机会可以来，就是体验自己来化妆，然后通常都是有活动，然后他们才会被人家化妆，那所以这个机会比较少，对他们来说是很兴奋的。我看很多青年就是很开心的在涂涂抹抹，然后他们就是我觉得是丰富了他们的生活，然后吃烧肉也是人人都很喜欢，所以就是大家都很期待可以今天来参与这样的机会。那很感谢这2位公司今天的提供。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用美传递爱，所以我们邂逅了2个主题，一个是岛河的美食，所以是以一日厨师。那我们美帅这边是彩妆，彩妆本来就是让大家可以变美或变得更美，所以我们是一日彩妆师。那色彩是不需要任何的沟通语言就可以让大家心情变得更好。那今天看到瑞富的这些大朋友们在我们这里，他们第一次接触，亲自把自己上妆、上腮红、上口红，他们非常的开心。上妆之后，他们在换礼服，他们从来没有发现自己可以这么美。像
公主一样的美。除了水水的彩妆加礼服的造型，当然袂用的错过，还佫有美食。即间由着职人烧肉店的负责人发起爱心公益的活动，同时嘛邀请医生做伙来体验一天的店长，先介绍各国顶级的肉品，然后佫再来切片、汉肉，对食者到品尝，互书生享受幸福的美食。我们美有代表很多事物嘛，那像我们有刚刚参观了美妆博物馆的美妆，那我们就是美食。我们就是把最好的食材，今天准备了5个国家的顶级和牛顶级的肉包括猪肉，那让这些瑞福意志松信的小朋友都可以吃到最棒、最原始、最健康的肉，那让他们都可以就是吃完之后，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然后也可以激发他们很多想象力。像今天一日厨师的体验的话，就让他们切了，他们这么以往都不会碰过的肉。就是我们最顶级的这个纽约客，让他们感受那个切肉的那个温度，然后甚至教他们怎么烤肉，烤出最好吃的味道。我觉得对他们的这个想法，跟他们这个来讲，我就会激发出一些新的火花，说不定他们就有更多的创意，甚至会让他们的想象力更丰富。这样子。虽然农历七夕度过，不过伫个幸福浪漫的7月，甲感恩的8月季节，就有美妆甲美食业者爱心公益。互整个活动更加充满欢乐甲自信。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照顾弱势学童议员蔡小薇配合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颁发清寒学童奖助学金的计划，今年迈入第2档。除了完善的东区13间国中小弱势学童，今年佮增加中西区的正学国小，将会帮助上百位的弱势学童。台南市议员蔡小薇长期关心教育的议题，结合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推出东区弱势学童的奖助学金计划，一档大约颁发30万的奖助金，予东区13间国中小的弱势学童。今年更加扩大范围，加入中西区家己的母校、正学国小，希望鼓励家境清寒的学童认真来读书。非常感谢我们康黄金慈善会由康理事长所发起，集结大家的力量我们在即将开学之际呢，针对我们东区的国中小，还有特别在中西区的金学国小呢，我们来发放的给学生的奖助学金呢，特别在国小的部分是针对90分以上的学生，以及我们国中的部分另外呢，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康理事长。在校地奖的奉献是希望说鼓励我们的学子，除了在成绩优异之外，他还有品性的一个品德的一个照养，也希望说我们的理事长的这个集结大家的爱心呢，除了可以鼓励我们的学子在用心读书之外，还可以照顾到家庭里面，甚至是培养自己的品德教育。然后，所以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康黄金理事长来带领我们所有的团队一起回馈于我们学员。除了成绩优异的奖助学金，另外协会还佫设有校体奖。只要符合低收入户或者是中低收入户的弱势组合标准，无限成绩，由着学校来提报。每校上侪3名，国中的校体奖每人1500块，国小1000块。对今日起由学校统一收件提出申请。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2023震惊水彩个展，现主是伫台南东门美术馆展出。主题是台南、甲高雄以及野国油田码头的风景系列作品30外百。
为咗用水彩画出热天的阳光甲氛围，透过镜头带大家做伙来欣赏。知名的漫画家郑经伫经济日报担任漫画记者20外冬，开始接触水彩画了后，强调自然甲生动的写生创作。这次伊的个展主题以海风景色为主，呈现野国游艇码头的夏日氛围。在外面那个视野啊，就像广角的一样啊，你会在很复杂里面自己去找出焦点，然后去芜存精。今天这些船的创作品，就是我在去年的暑假，用一个暑假，只要不下雨，我就去画，才有这批作品诞生。这次的展出由东门美术馆主办，野国游艇集团协办，同时也会联合出版一本《海风野国》。这个跨业合作，和艺术文化有更加侪发展。野国它是一个休闲事业，它是一个高档的俱乐部。当然，我们的会员成员也都属于上层的社会阶层。那艺术品，当然它的消费市场跟它一定有一个期许跟期望当然，画家什么都可以画那这个也就是我阶段性创作的题材跟对社会需求的一个任务。东北美术馆是用文化的角度，踏踏实实的在经营艺术文化事业。希望透过这次的展览，有示范作用，让社会更多的企业家来跟艺术合作，跟艺术结合。东门美术馆期盼有更加侪企业来支持艺术。野国游艇除了将码头风景这个画作呈现，更希望传达更加侪有关海游的美好给民众。展览为今仔日开始，展出到9月6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台南新闻上海采访报道。台南国际音乐节将伫9月2号盛大登场。台南文化中心特别举办记者会，同时邀请市长黄伟哲为活动做宣传。今年的国际音乐节将有重量级的人物演出，并且有多元化跨界精彩节目。开启2023台南国际音乐节魔幻音乐之旅。谢谢，感谢市长。台南市长黄伟哲化身魔法师，为2023台南国际音乐节来宣传。这次以音乐未来为概念，规划未来之声音乐万象2大主题，总共10档11场的音乐会。今年办第3届台南国际音乐节，那邀请了非常多的这个国际知名的音乐家来演出，也有本地，还有包括台南市民族交响乐团的一个重磅演出。那中间许多演出已经未映先轰动，已经票都已经卖完了。这届当中包含古典甲创新形式的演出，由国际小提琴巨星廖开事务，接落来还有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迪士尼100周年音乐会、和哈利波特电影音乐会，另外还有包含3档户外演出。我们音乐的节目不是只有在天堂之上，台湾有很多很重要的历史古迹也好，很好的一些历史空间。希望我们能够把这样的音乐也带到所有的历史空间去，让所有人去认识台是有很多很好的地方。文化局以多元的节目以及跨界演出，展现音乐丰富的多元面向。明年也将迎来台南400档，期盼让这座城市会当成为音乐之都。台南新闻上海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2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